我相信这个料理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因为乳酪蛋糕 cheesecake， 那我觉得我问过很多人，他们都觉得 cheesecake 是他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甜点。对 ，Me too。是我女儿也是，对，她看到起司蛋糕就动不掉，然后一定要试试看。所以我今天就看到乳酪了。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做这个低糖、没有面粉、没有糖的乳酪蛋糕。那这个是比较仿真的，因为乳酪蛋糕它本身的面粉的加的量本来就会比较少，对，所以我相信它的口感会更能够受到大众的喜爱跟接受。那我们这个做法有别于一般，就是我们不要把果干直接加到面糊里面，而是我们把果干跟面糊整个融合在一起。对，所以它会呈现出另外一种风味。对，所以我这一次选的是无花果干，有嚼劲的。那我把无花果干其实已经先切好了，那其实大家可以用葡萄干，或者是用龙眼、桂圆，因为中国人喜欢用桂圆。然后用同样做法都会很好吃，我都做过，所以我们就现在开始。那这个无花果干呢，我们就要先把它浸泡到软。好，所以还要浸泡。对，所以这个是梅子醋，这是我自己酿的。哇哦，对，那你如果要用不同的醋的话，可以用苹果醋，或者是用柠檬汁也可以。用柠檬汁也可以，然后就加进去。还好我2种都有。对。那这个是我加了一点点的酒，因为我喜欢甜点有酒的味道。像咖啡我也喜欢有酒的味道，甜点我也喜欢有酒的味道。我觉得酒的味道加在烘焙里面很香，对，就很欧洲的味道。对，很欧洲的味道。然后再加上这个是一点点的香草精，我们也把它加进去。所以甜点该有的香味啊，这些甜味啊，一点也不会给它少。对，不能少。这个分量要足够，因为这样香气才会够，才会把它的蛋的味道压过去。对，其实很多人怕的是那个蛋腥味，无论那个蛋有多高级，对，都会有一个腥味。对，所以我们要善用我们选的这种有香气的食材，然后把它盖过去。好，醋跟酒。对，那接下来就非常非常的简单。那通常呢，大家都会用电动或者是手动的搅拌器把奶油乳酪打匀。然后跟这个鲜奶油一起混合，但是我发现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东西，这个果干就没有办法融入在里面，所以我们就用这种高速的食物调理机来帮忙我们。原来如此，对，做这件事情。难怪刚老师提到有那个龙眼，就有你喜欢那个味道，对，你喜欢那个味道你就加，对，你就进去了，但是你又不会吃到它那个纤维，影响到你的那个cheesecake 那个。这很聪明谢谢。我也觉得我没有很笨，很聪明。对，你们也很聪明，不然你们不会邀请我啊。我们来拜访你。对，所以我们来就把这个加进去。那这些东西都要室温，因为这样子才好打，不然它如果是冷藏的话，它其实很不好打，它会比较硬。那我们不要增加这个机器的负担。对。然后我们加入2颗蛋。真的用了这一台，要2颗蛋直接加进去。对，直接加进去，很简单，也不用分次了，也不用分怎么样。然后这个动物性鲜奶油一次解决。那我会喜欢用这个刮刀把食材都刮干净，这样才比较不会浪费。这个是赤藻长醇，对，一样加进去。好，那我们这个再浸泡一会儿。那今天是因为关系，所以我当场示范给大家看。那但是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其实我前一天就会浸泡了。所以老师，我们有全天浸泡的吗？没关系，这个让它打久一点也可以。也可以。对，让它打久一点。那我们先从低速开始，因为一旦你从太高速的话，它会喷。对，我们这是最低速。然后慢慢转高速。然后你会发现它不太好打，这时候没有关系，你就停机，然后你再开机，停机再开机，这样重复几次它就会好打。不要硬要这样子给它打下去，这样子对它不好。你就是停机，然后让它沉下去，然后再开机，它就会打得好的。
那在打的过程中，因为它的旁边会比较粘到东西，所以我们把它刮一刮，刮到中间，还是有那个颗粒的声音，所以我们就继续。现在它的那个颗粒感啊的声音已经几乎快没有了，这样已经几乎没有。对，我们最后加入这个燕麦麸皮粉，对，燕麦麸皮粉。那这是打细的，对。那之前上一次你来我这边有讲过，有。那它不需要多，它就需要10克，10克真的很少。那因为它加进去，它这个面糊会变更稠，所以我们最后才加进去，不然在刚开始加进去的话，怕它对，怕它整个很痛苦，然后在那边嘶吼，有一种挣扎的感觉，这样不行。它是我的宝贝。好，然后我们就慢慢打。这样应该差不多了。没有那个颗粒声。对，没有颗粒声，而且面糊也匀了，它其实很流动，跟它刚刚打的时候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要加一点点醋，它会比较好打，而且风味也不错。整个都流动性很好。整个流动性很好。但是它会有很多泡泡。我们要来滤了。对，我们要来过筛。那筛这个呢，一定要用刮刀来筛。对，要这样子刮，不然你会筛不过去。对，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筛，而且它一次一次筛，不能一次太多。要帮你拿着，然后你来刮吗？没关系，很方便，每天都在刮。那它的面糊就会下去，那面糊下去的话，它就没有泡泡了。对啊，其实这个真的是最方便的。对，然后反面要刮一下。然后你可以看到无花果颗粒都在这里，就籽籽都出来了。对，籽籽都在这里，但是无花果的味道都在下面，所以这样就会很好吃。那刮过一次之后，你可以这样子立起来刮，把它这个籽籽拿掉，然后就继续第2次。对。籽籽会挡住，所以对，籽籽会挡住。对啊，那因为今天我选无花果，因为我觉得无花果进去的味道真的很特别。那我们现在就这样做的差不多了，对，然后就这样搅拌一下，你可以看到这个面糊，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呈现，对，它很滑顺，而且它没有颗粒。那当然了，如果有些人想要用比较大的烤模也是可以，但是我个人因为我觉得我喜欢小小的，一次吃什么东西也不要粗涌的，这样就整个狼吞虎咽这样子。对，因为甜点它本身就是有一点点浪漫，然后有一点点感受，有一点氛围那种东西，所以我喜欢用这样子的烤模来做。哇，可爱的烤模啊！然后就把它慢慢倒进去，不要一次用左手倒进去，要用右手去擀它。所以我们是慢慢的滑进去。对，慢慢滑进去，不然你就会倒出来。对，这样子。然后它的高度大概是1.5公分，然后就是用右手去拨动，对，拨动它，不要整个去，它就一定会很丑给你看。然后倒完就再拨回一下，这样就很漂亮。不会弄得到处都是。看你觉得你要吃1.5公分还是2公分？今天你要大一点还是小一点？那大概就是做这么多，2、4、6、8、10、12个到11个左右。然后我们就把它排整齐。它需要一点间距，因为它需要均匀的受热，所以它不要粘得太紧。乳酪蛋糕其实它怕的是裂开，它裂开的话它就不漂亮，所以我们左右两边各帮它放1碗水。温水，那我的烤盘比较大，它是90公分。如果你是60公分，甚至更小的话，你放1杯可以。可是因为我是90公分，我希望它两边都要有水，因为它比较长，更均匀，对，均匀一点。那所以我们烤箱预热190度，上下火都开，好，然后就这样一直烤，好，然后烤到你喜欢的颜色为止。通常烤20几分钟就会结束，它整个碰起来其实它就结束，之后上色就看每个人的喜欢。
老师，我刚听到时间到了。对，时间到，那我们就来出炉。那出炉这次一定要戴手套。对。然后在出炉的时候就要同时关烤箱，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动作。安全第一。对。哇，我在这边就看到了，很漂亮。对，然后刚刚有说它碰起来其实就是好了。真的碰起来就好了，碰起来就好了。那我不喜欢上色太深，然后它凉了，它就会下去，然后就会变得比较紧实。然后乳酪蛋糕有一个重点就是它不能热热的吃，对，它一定要放冰箱，完全冷藏之后才可以吃。所以我们不会立刻品尝，我们待会就是要让它进冰箱。对，等它进冰箱，但是。我之前有做好了一批，因为我觉得真好，一定要让大家品尝，这是我的职责，这是我的天职。所以老师要给我们把这个放凉的起司蛋糕剪一下形状。对，把这个高起来的这个纸膜把它剪掉，然后到时候我们在品尝的时候会比较好吃，也比较好看。那如果真的要装袋或者是装在任何的盒子里面也会蛮适合，而且重点是它不会变形，那它也不会因为温度或者是有人切乳酪蛋糕的那个刀子没有浸过热水，然后就导致说乳酪蛋糕切得不好看，所以就变成这样子，那就一个一个圆圆的乳酪蛋糕就很可爱，很可爱，对，很可爱，那就可以一个一个来，对，你剪习惯就会很会剪。对，老师剪得太顺利了，很快，然后而且我觉得，因为它这样子很干净，然后又适合一个分量，下午茶分量，不会太多。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然后待会儿我们来吃吃看。好，对 ，OK。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点赞、分享、留言，我们都会尽力的给你们回复。那谢谢大家，我们要来享用我们的美食喽，拜拜，拜拜。